就对了哦。好，刷落来呢，要来邀请到这位王金英老师，是咱嘛是华语的国宝级的非常厉害大师级人物。这届呢，要联合起来我们柯明峰老师啊，精彩表演，欢迎两位国宝级的大师，这是咧唱，这是咧弹，甲写非常出名的两位老师，欢迎我们王金英老师、柯明峰老师。在座的来宾，大家好早。会员你好，馆长感谢，真正欢喜会带人参加这个围棋节。我是北投人，所以逐摆若是有围棋节，陈老师真感谢，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这甲大家见面，听到这个艺术因的唱腔。听起实在是真温馨。每一个艺术，拢有每一个艺术的特色。一个艺术经过这么长久来活现，艺术是无法度通好付诸。感觉讲，亲像邱秀娟老师这么济岁啊，经过这么济岁月，伊的累积，互咱。值得学习，所以我若听到老师，我也阁真笑容。我演戏虽然因为超过60年，但有一点啊，拢会感觉讲我会跳，只要为着咱的文化，我要有伫咧，我一定要做到，我袂唱，感谢。好，今仔日咱听到秀娟老师嘛是伫咧唱《乖查某》，啊，我即马咧换一个方向，换古早来《乖查某》，同款是乖查某。咱今仔日要来为大家演唱，就是这个《单衫姑娘》。这个单衫车为爱一个查某囡仔，无手也艰苦，起水路在，安怎来管？乖甲姑娘，查某囡仔拢总对照，咱家听看卖，真趣味哦！我用华语的杜妈来唱。三个。
只要快。哥啊，娘亲呀，心肝是着换命，也我是泉州的干三姐，人人称呼我参小弟呀。阮到大地，这个泉州是平山岭，也祖先代代是有名声。将军爷是阮阿爹，光临文赛是阮亲兄。你若毋信邪，也无你对我头走，来去出万之声。好，M 9 D 嘛，谢谢两位老师哈，这个精。